一個視頻教識你點樣唱歌有感情。有好多同學會問我喎，老師，點解我唱歌冇感情嘅？明明我音準又啱，拍子又啱，氣又夠，但係點解都係打動唔到人嘅？呢啲同學呢，有好多時候唱歌就會好似咁，傷不起，怎麼會病到不分好歹，連受苦都甜美。我每日捱着不睬不理，但卻捱不死，又去支持你。如果我哋試下喺呢個基礎上面再加少少氣聲落去，例如咁樣樣，想不起，怎麼會病到不分好歹，連受苦都甜美。我每日捱着不睬不理，但卻捱不死。咁係咪好好多呢？今日 Miss Ho 咧就將所有唱氣聲嘅方法咧，通通傳授俾你哋喎。你只需要留言想學，咁我就會 send 條 link 俾你㗎啦。